我都覺得好 wow 嘅成件事。個包好好食啊！平時就唔敢咁樣行落去嘅，不過呢個係一個 market 啦，咁就可以咁樣行落去。就喺呢度啦，哇！好似好大，完全係 free 嘅，即係佢 entry fee 係 free 嘅。其實每朵花都有佢自己價值，每個種都有自己價值喺度嘅。教育 concept 幾好喎，掃貼山嘅一個 3D 嘅一個圖形嚟嘅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yKaleb 嘅 YouTube Channel。相信喺 Prom 區大家都好熟悉㗎啦。咁除咗你哋知道嘅3大商場啦，就係 Emporium 啦、M-Quartier 同 M-Sphere 啦。咁咧 M-Sphere 同 M-Quartier 可能你會去得多啲，反而 Emporium 咧，因為佢個歷史比較悠久少少，咁所以咧你就未必少去嘅。不過咧 Emporium 咧都有佢少少嘅 hidden gem 喺度嘅，都想大家去探索一下。咁另外 Prom 區咧，除咗 shopping 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嘢玩嘅喎，帶你嚟睇下先。有時其實嚟到呢一度咧，除咗行M-Quartier 之外咧 ，Emporium 都其實唔錯嘅，因為佢比較少人多少少，即係相比起其他兩個商場。咁而家咧其實都11點到啦，時間都係比較少，即係再少啲人咁樣樣。咁對於我嚟講行得舒服啲。嚟到呢度 Emporium 3樓，大家見到咧有文具店咧，其實嗰個地方我想介紹咧就係呢個文具店嘅依個入口。ta da！ 有一個地方咧就叫 Friend 啊，咁大家都知道泰國人好識將空間去改造嘅。咁其實咧依度原本咧以前係3樓嘅停車場嚟嘅，但係而家咧係改造咗一個非常靚仔賣嘢啦，有 cafe 喺入邊嘅一個空間嚟嘅。帶大家入去睇下先。哇！係咪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咧？冇錯啦。我都覺得好 wow 嘅成件事。頭先咧見到個門口咧，就算我成日過嚟咧，我都唔會發現到佢係有個咁嘅地方嘅。佢呢一層咧其實有2層嘅。咁啊上面嗰層咧就賣 kitchenware 多啲啦。呢一層咧係賣多少可能一啲 organic 嘅護膚品啊，有啲衫啊，有啲 decoration 啊咁樣樣。跟住佢有2間店，一個係做 smoothie 嘅，一個就做好專做 coffee 嘅。大家可以試下，一個叫 Source Coffee。好，上去睇下先。哇哦！更大、更闊、更高，樓底都高啲，好靚仔啊！好舒服啊嚟到呢度。佢仲要播埋啲 jazz 咧，令到覺得哇 ！It feels like weekend。呢一層咧都有呢個係直情係一個 kitchen 嚟嘅。哦！餐廳嚟添，係可以嗌嘢食同埋嗌咖啡嘅，同下面嗰層好大對比喎。呢度有咁多位坐。嚟到佢呢個餐廳咧叫 Colorama， 咁佢就話係 colour 嘅意思嚟嘅。咁呢度食嘅嘢咧全部都係 organic 嘅，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option 揀啦。頭先我就揀咗個 sandwich 啦，一陣試下先。啱啱好咧就係個時間咧，其實而家都係比較早啲嘅，所以我就當食個早餐咁樣。但係真係冇乜人。比較少人嘅，所以我覺得好正。對於一啲朋友仔，如果有時行下街攰，或者上一個地方咧冇咁嘈吵嘅話咧，我覺得呢度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有啲位係啦，我仲未行晒，其實仲有啲位嘅，不過一陣再發掘一下先。到咗啦，我嘅 Focaccia Salmon Sandwich， 大家睇下有 cream cheese 喺裏邊嘅，哇！佢呢個仲烘一烘添喎，你幾正。我就用手勢啱啱洗咗手㗎啦，咁啊刀叉比較撈球啲。好，試下先。個包好好食啊！佢呢度崇尚呢個 organic 啦，咁你係食得出好新鮮嘅嘢，係啊。同個包真係再讚一讚，好好食。大家試下呢個。嚟到呢度，如果可以食三文嘅話，食呢個。好，食完一個好豐富嘅早餐之後咧，就繼續探索呢個位置啦。頭先入口行入嚟咧，都有一段距離，跟住再行入啲，仲有一啲嘅 area 咧，你係可以買杯咖啡 chill 下，同埋呢度咧佢唔係，即係佢大家見到係一個停車場嘅set up 啦，但係佢已經整到靚靚咁樣樣，同埋係有冷氣嘅，大家唔需要驚好熱。好舒服啊，真係。平時就唔敢咁樣行落去嘅，不過呢個係一個 market 啦，咁就可以咁樣行落去。有一個叫 Slope Market， 買花花草草、買盆栽嘅，即係其實咧佢就落翻下半層嘅啫。
佢呢度生活家品啊，都會睇埋呢個嘅毛蟹嘅。咁呢度咧係賣貓貓狗狗嘅嘢嘅。終於行完啦！我覺得咧呢一個嘅 friend 咧，大家係值得嚟嘅。即係如果你未去過嘅話，同埋佢入口咧實在太 hidden gem 啦。即係我相信你行開 Emporium 都未知道原來入邊嘅世界係咁樣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去下。好咁啊，同大家講咗就係話，即係 Phnom Penh 其實除咗食嘢去 shopping 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啲地方咧。如果有時候，譬如你約咗朋友喺度食飯，又太早嚟到咧，亦都可以去下嘅。第二個地方想帶大家去咧，其實係一個 art gallery 嚟嘅。咁佢就喺 Sukhumvit 39。不過如果要行入去嘅話咧，大概我諗都要3個字嘅時間。如果唔係咧，大家都可以搭 Grab。而家呢個時間嘅 Sukhumvit 39咧，其實就唔係好塞車。不過咧，如果大家有時 weekday 咧嘅時間嘅3點至5點嘅時間咧，就好塞車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大家就睇住時間。不過如果你行路嘅話咧，就係咁樣直行嘅啫，跟住轉入去條鎖就係啦，就會方便啲咯，就唔會咁塞車。終於行到你呢一度啦，用嘅時間真係大概17分鐘左右。大家見到咧，呢個就係一個 art gallery 叫 SAC。Phnom Penh 咧好多入邊嗰啲菜啦，通常係你會見到啦，哇！點解出邊好似平平無奇咁，但係入邊有另一個世界係勁多，仲有好多 coffee shops 都好靚仔嘅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行入嚟 Sukhumvit 39嘅話咧，其實會見到好多，係啦，就喺呢度啦。哇！好似好大嚿嘢咁樣喎。好，佢就開星期2至星期6嘅11點之後再去到夜晚6點。呢度咧就叫 SAC Gallery 啦，大家見到咧係一個其實3層高嘅一個嘅藝術館咁樣樣。咁佢冇入場費嘅，完全係 free 嘅，即係佢 entry fee 係 free 嘅。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時不時過嚟呢度睇一睇佢哋嘅展覽啦。咁而家咧其實展覽緊一個台灣嘅藝術家，同埋一個關於花嘅藝術品嘅展覽嘅。咁但係2樓同3樓咧好唔好彩今日佢哋做緊 renovation， 因為咧嚟緊就準備一個新嘅展覽啦。咁如果大家可能之後嚟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一啲新嘅展覽喺2樓同埋3樓。不過都唔緊要，可以睇下先嘅。哇！咁似我哋嘅洋紫荊嘅。คุณแอนครับดอกไม้นี้สวยจังเลยมันขายอยู่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ราคา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ครับ ใช่ค่ะก็ดอกไม้นี้นะคะจริงๆแล้วลูกค้าสามารถตั้งราคาได้เองทั้งหมดเลย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ศิลปินเนี่ยเขาพูดถึง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 consumption 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โอเค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ระบบทุนนิยม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ที่มนุษย์เนี่ยเหมือนเป็นคนตั้งราคาตั้งคุณค่า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ีชีวิตอื่นๆรวมถึงดอกไม้ด้วยค่ะก็ผมสมมติว่าผมคิดว่า50 บาทก็จ่าย50 บาทเลย50 บาทก็ได้10 บาทก็ได้พันได้หมดเลยโอเคตั้งราคาเองได้โอเค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 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นะคะ哇好搞笑頭先啊คุณนาน頭先就話咧呢度嗰啲花咧，你覺得俾幾多錢咧就值幾多錢啦？因為佢想俾大家個 concept 就係話其實你見到啲花所有嘢你覺得佢係好珍貴，或者你覺得佢街市都賣到可能幾廿蚊嘅話咧，其實係有時係咪人去評價佢哋嘅價值咧？其實每朵花都有佢自己價值，每個種都有自己價值喺度嘅。咁就呢度咧賣嘅花咧好搞笑，你覺得1匹又好，10匹又好，50匹又好，或者500匹都好，有得嚟，你俾幾多錢咧？佢哋就賣嗰一盆花俾你啦。幾得意喎！呢個教育 concept 幾好喎。頭先另一邊咧就好 freestyle 啦，呢一邊咧就其實講緊咧就係泰國嘅蝴蝶蘭，咁就喺呢一度佢哋嘅特別嘅品種咧就瀕臨絕種緊嘅，咁所以咧佢就想俾啲 concept 大家就話其實我哋唔可以即係所有嘢都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啊，咁因為呢個種其實買少見少，所以就俾大家睇其實蝴蝶蘭係點樣樣嘅咧？成個 concept 點？佢有啲 video 喺度播緊嘅都。呢一度咧就係其中一個台灣嘅藝術家啦，咁佢就用係花做主題，跟住佢就畫咗啲畫啦。咁但係咧而家應該係進行更新緊，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就係準備工作嘅狀態。但係咧佢話每星期咧都會變一變咁樣樣嘅。呢位台灣嘅藝術家其實咧佢就喺清邁住嘅。咁咧佢個 concept of 成個嘅展品咧就係其實佢就用聲音去做一個靈感啦。咁咧你 scan 咗佢 QR code 咧就會聽到。
咁佢覺得咧呢啲流動聲咧，就係令到佢可以創造到呢一個藝術品出嚟嘅。除咗真係有一件嘅藝術品做出嚟之外咧，佢亦都畫咗啲畫嘅。其實咧，你會見到咧，佢嘅 concept 係好波浪形嘅，因為咧好多時佢都係我唔知佢會唔會嗰啲靈修啊、潛修啊，喺嗰啲瀑布啊或者河邊咁樣樣啦，都係源自於水嘅，即係波浪聲啊、嗰啲 wave 啊。頭先你聽得到嘅，哇！呢度咧除咗視覺藝術展覽之外咧，仲有聽覺嘅藝術展覽，真係唔簡單。哇！因為佢住喺清邁，大家都知道咧，清邁有個叫掃貼山，呢個好似金字塔咁嘅嘢咧，其實你咁樣睇晒咧，佢就係一個掃貼山嘅一個 3D 嘅一個圖形嚟嘅。今日咧同大家遊咗半日啦，喺 Phrom Phong 度就。除咗去 Emporium 嗰個 Friend Hidden Gem 之外咧，我覺得嚟到呢一度咧，你會發覺，雖然我今日去唔到2樓同3樓啊，但係我覺得佢嗰個展示藝術品嗰個方式幾好嘅。咁同埋嗰個你覺得嗰盆花值幾多錢嘅 concept 咧，係有啲 impress 我嘅。因為好多時我哋都覺得哇，啲花可能喺街市買，或者有啲人覺得都好貴下喎。咁其實呢一度咧就會俾你有個 awareness 就話其實每一朵花我哋都要珍惜咯。咁希望今日2個地方啦，可以為你哋帶嚟一啲新嘅衝擊咧，就話嚟 Phrom Phong 咧，除咗去3個好大嘅商場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嘅。得閒嘅話咧，可以行下啲內採，因為咧真係好多 Hidden Gem 嘅 coffee shop 啊，或者一啲小店咁樣可以幫襯下嘅。好，咁啊，今集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咯，大家唔好唔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同埋撳埋鐘仔啊，拜拜。